国际新闻来关心菲律宾。菲律宾伫8日时进行期中选举，其中因的前总统杜特地就算即马封关伫国际刑事法庭的监狱内底，不过呢，伊也是选调伊故乡的市长。另外，这场选举大选嘛，互看做是马可仕也有杜特地两大家族的对决，嘛影响未来3年的政治布局。 菲律宾12个期中选举影响范围真宽，为参议院、众议院到全国各地的首长甲议员，拢总18000外职位爱改选。上互人注意的候选人，就是前总统杜特地，伊因为发动流血反毒战争，去害亚国际刑事法院逮捕，目前还搁伫咧监狱羁押。啊，毋过伊也是会当当选纳茂市的市长。伫这个所在，杜特地甲伊的儿女轮流担任市长，已经20多年，选民无改变对伊的支持，即届得票是对手8倍外。Support for Mayor Duterte, ibubuto ko pa rin po siya kahit wala siya dito kasi hindi pa man siya convicted, no? 菲律宾的期中选举也互人看作是马可仕甲杜特地两大家族的竞争。小马可仕甲老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，2022年联合当选正副总统，啊，不过两个人真紧就因为理念袂合，关系拍歹。萨拉捌放调讲要买杀手暗杀小马可仕，佮因为渎职贪腐这个指控，去互众议院弹劾。参议院要伫后个月接手审理，若是有2/3投票通过，萨拉就会互人剔除副总统的职位，并且永远袂使担任公职，佮也无可能继承副业做总统。参议院这礼拜改选的12席议员，有6席是马可仕支持的，杜特地背书的有4席。啊，不过伫全部24席当中，萨拉若摕到1/3以上的高票，就会当保留副总统的职位。马可仕这边可能无法度如愿甲救落来。专家分析，这届大选结果会影响未来3年政治局势，并影响2028年的总统大选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